后来乡亲啊，这个10月份真好康哦，有中秋节4天的连假，刷落来阁有双十节3天的连假。好康是好康，但是恐惊还阁大塞车咯。为了要解决到塞车的问题，交通部鼓励大家尽量莫家己开车，尽量来坐客运。所以交通部嘛来拨7000多万，针对公共运输推出着3大措施，也就是讲，这个连假的时阵，大家坐客运拢有优待哦。 好山好水，宜兰花莲台东真侪游客小争去佚佗，要到花莲台东佚佗，定定会拄着塞车。交通部用客运优待，希望让东部的交通更加顺遂。以单这个台北到达这个宜兰花莲至少大概都可以省超过半小时以上。 中秋双十连假有45条台湾好行会当坐，用电子票证只要半价。台北花莲来回会阁较省，只要400块。阁有89条国道客运，若是坐客运台北花莲来回就俗200块。到花莲租车阁有7个优待，回程摕租车证明坐客运，又阁省200块。算的这组会使省1000块。会因此想要改搭客运吗？我觉得会诶。如果是家庭的话，我觉得我就不会考虑搭客运，还是会自己开车为主。交通部针对台北花莲加真侪优待，按算会当吸引34万人次，解决国道5号只要拄着休困日就会塞车的状况。